你发香的模样。这连伊翕甲伊个戏剧啊，男扮女装啊，男扮女装哦，唔係細妹嘅啥呀？什么？你记得知道你做什么会讲吗？你讲，请讲。采访了后大水。哎呦哎呦！有一支成嘅神佛。哎，其实那个东西要看身材哈。熬夜打擂台，熬夜降下來。怎麼還慢碰了一下？有看慢下。剛突然抓不到小康老師的節奏。哎，今日遐呢積分賽聽禮拜，聽禮拜啊，聽禮拜，還禮拜就會哦。對，就見真章了，冠軍。來介紹評審一下。好。起司提醒上，總提醒上，有色提醒上。黃義平先生，其實介紹題吼，介紹題咧，啊，那就介紹一位，哎，比你還資深的金曲歌后，比我還資深的金曲歌后，我好像認識哎，然後朋友，好朋友哈，係啊，就是拿金曲跟吃飯一樣。真的哦，但聽說有點龜毛，超龜毛的，係啊，聽他做音樂，龜毛是必要的。龜毛怎麼做出好嘅東西啊？講真的，正經係。好，來歡迎阿 V，整牙魚，來帶來荷塘嘅歌曲嚟。
突然看风景，你说爱那样脾气，我终于自伤心。原来自己懂你，爱上爱人有意义，把爱人丢进一个门，再看看两眼空我耳朵流油。有，我是听出了有。哇，哇，你好，拜一下拜。哦，有神快拜，有神快拜。这个人家新的金曲够香，哎呀，新的，也就是这一次而已啊。那然后 Q 也不呀能这样讲。应该 Q 哎，嘿啊，米头呢，嘿啊，气米头。好有味道哦，真哎呀，的。罗哥一直在讲。对啊，哎，哇，吗你在台下你会被吸引到哎，呦，真的哦，什么音？会 keep 引导，啊，你会注意的，啊，是看窗，啊，是吗？对，就是画面跟声音都是双美。真的啊，他敢演出来真的懂多。青豆啊，唐哥，你最近在出专辑了哈？哎终于了，是不是？出专辑，嘿，你希望的年代时节就要出，等他2年改专辑， 2年还6年？6年，对，妈都小孩小学了呢。上摆嗰种专辑系6年前诶6年前呢，哇哦，为什么大家都会急着那年底出片，对不对？那不就为了金曲奖吗？没有啦，我不是，我是因为真的隔太久，我觉得今年一定要这年轻赶快丢了，你知道？我们团员都快被他折磨死了。对，我想这种磨出来应该是会有很好、很棒的慢工音乐，出细活，真的。对，他真的是细活。那亚军今天要麻烦你当客座评审，好不好？好，唐阳啊的，要新的客家的子弟兵们，真的很棒，很棒。对啊，而且大家好爱唱你的歌哦。对啊。有冇有啊？有冇有？听众是系哪改唱那歌啊？应该很多都有唱过，骂才有唱歌。哎，有唱过的举手。家珍，有唱过的都掉出6强外了。好。对啊，我之前来每次都有日头花，蜜头发啊，你给你啊，青豆你啊，给月亮的歌都有唱过。都结果都冇落来，都没入围。讲给你头发。你头发，嘿，错。我这个后堂。讲吗？啊，好了，无所谓。春天给你头发。好了，那麻烦。好了，好，亚军休息一下。好。积分赛比赛规则，每礼拜有无共样的主题，参赛者去加选歌的，经过6礼拜的比赛，累积分数最高的前3名，就做得今年度年冠军的比赛。好，按你做来比赛了。在比赛之前，先讲一下评判的规则。规则，唱一下是非欣赏。好，底下请每个礼拜了，当紧张哈呀，留意咩嘿精英中的精英，终于到了这最后面的厮杀场合。OK， 因为今日主题动特别啦，虽然讲要2拜算是一个最后的积分赛，不过呢，要到主题我都跟我一起嗨。老爱穷哈嗨，老爱穷哈点，都可以，都做的，都可以。好，考验到人呢，参赛者嘅肺活量还有节奏感了哈。轻松要喊起，可以来享受要到舞台嘅感觉，还有把这里当作是你去家个人演唱会共样来表现，安尼就好，用轻松的心情来表现，好，大家加油哦，加油哦！对啊，反正要到舞台就像你一样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上来就 super star。对，上来就是你的了，哦，就好好表现。哦，来 TV 王子家带来，2条歌係问题，又係问题。你有乜嘅問題啊？有乜問題？你可以等一下。
重要，发的当重要，讲述现实甲心情，悲伤、艰难、孤单，欢喜也重要，发的当重要，一上瘾甲世界上现甲心情。亲爱的 Kitty， 我是你，再问一个问题。小强老师。答问题，答问题，发亮的事情。答问题，答问题，来你家你妈家你是答问题，发亮的事情。小柯老师，对，请教一下你那个问题嘛，冇问题啊？I'm問嘅朋友。哎呦，娘朋友，來嗎？馬該時間。娘朋友來啊！哦，我做得了，可以。有了，上多鳥。女朋友在哪裡？哦，你好棒，全部都是，是不是？你好棒那個對不對？不是後面後面那個背着包包那個胖胖那個，一直往外走那個嗎？灰色外套那一位是不是？有 key 哦，他否認呢，他說不是我。有 key 哦。等下回去又要被問問題。要被問問題是你幹嘛 cue 我？沒有，我剛才講問題。我生日呢？我生日從小爸。哎，後來長大以後，哎，他那個瑞很屌哎。哦，真的。對啊，不對，你們幹大事，你們哦。你別幹大事。哦，哎，這很厲害哎。可以啊，你多寫一種歌，以後就變客家 rapper 了。對啊。客家 rapper 很少哎。有激發啦，有計劃。有計劃，有計劃。你看我懂你。好，有計劃。希望哈，希望多多加油，安全。剛剛徐世偉老師他都懂翻譯啊。那之後很可愛，很可愛。對一下。向舒服團也看事情，我知道切對冇問題。只要你音樂一下，麥克風一拿，我知道你就整個就 enjoy 在這裡面。所以我的感覺，第一個就是。你很 enjoy，當歡喜期到呀來唱這個歌的。啊，所以講，有一部分啊，可能會注意到，因為這麼有律動的歌，這個要當歡喜來跳舞、唱dance安尼法，就可能會注意到有一些地方，你像人家喊迄經理也偏的部分有沒有？喊迄經理唔都要偏，給偏的地方，啊，知道你的律動開始有一點點跑了。
好，这比较可惜啦。不过因为可能像个 free 的关系，你去甲不过 free 嘛还有一点节奏的感觉，好啊，所以可能要注意啦，哈。总归来讲，今天的主题就会讲去甲会嗨，自己要一个人，我要跟大家一起嗨，唔做到诶，好做到诶。啊，就会讲要注意到你去甲节奏的部分，好节奏的部分。如果当然啦，你会讲玉哥去你会给他师傅，其实你今天已经满分了啦，把师傅干掉了，没有？啊，但是还是要注意到，对，还是要注意一下。好 ，OK， 安子 C， 陈先生，好，那个看哪个分数了？好，来，凤子甲嘅分数。对啊，91呢，有人不满意。对啊。对，王宇欣老师他不是你这个痛的，他是那种老痛，所以他那个分数都会比较低一点。好了，很棒，还有1礼拜，加油，91分也不错啦。好 ，OK， 好，加油，回头休息。好，抢手，回家。有一个口急的人去买弹珠汽水，老板的一瓶弹珠汽水都多少钱？老板150啊，开，他就开了，他说开什么玩笑？一瓶弹珠汽水150哦。哎，这还蛮好笑的，罗哥。就开了，好了，好了吗？还一笔，会烧给了哈。嘿，还一笔的冲又是天团的歌了。你很有种，好。一bình先帶來同花冰下。來，躺下啦。因你花香嘅模樣，應該戲劇啊，男扮女裝啊。男扮女裝啊，唔係細妹嚟嘅啥呀？哦。我們去了之後，你做細妹講嗎？講，是第一擺跳舞，第一擺跳舞，真的啊，可以的，好像有練過。第一次就留給我們了。對啊，就給我們的鬧熱群精彩。第一擺跳。唱我穿好亞當 and bed， 做一個 pose 準備好一個舞步，3到3擺動書中同花準備跳舞，用下漂亮嘅放屁同馬步。放屁同馬步，走一步又一步，我跳舞錯個步，你腦海裡天放在擺下。手部是在你聊天點亮古明放歌來跳舞，用下漂亮嘅放屁同馬步，放屁同馬步，放屁 dancing， 黑暗用嘅 happy， 就到來用下天然tempo， 放 baby， 一起手弄手心，節目沒有 body。就到海用下天的tempo， 繼續跳下去。空話來唱過雙我亞當 and bed， 找一個 pose 準備好一個步步，順到3擺動書中同花準備點播，用下漂亮嘅放屁同馬步，放屁同馬步，走一步又一步，放屁同馬步，你腦海裡看放屁同馬步 ，Girl in moment 放屁同馬步 ，Dance with me 放屁同馬步。
厉害！然后你看，帮你叫一声，这一句周杰伦讲的，你好屌啊！哎呦，不错哦，我发觉，也其他就参水朋友，慢慢寻出自家个呢，自家的迷失哈，自己的方向，还有舞台上的自信感。对，有对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讲真，廿条歌，我唱到好吼，唱到唱唔安好，冇安改。对啊，这导演冇可能，原唱太厉害了，开玩笑。但是我今天唱的这动力啊，很不错，真的。有其他迷信，有其他迷头，系啊。你有敢想要挑战给歌的？哦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歌很好听。女朋友逼是那个啦，不是，其实都是我自己选的啦。就是我刚开始在参赛的时候，然后就听了很多歌，然后就那个时候就听到吉娜的那个。把灯关上，就是我之前有唱过，上一次有唱，然后就好好听哦，我就翻你那张专辑来听，我发现每一首都很好听，这样有没有很蛮爽的？没有，真的很喜欢那种曲风那种音乐。你是因为受自家的影响没有？哎，受自家的影响。我刚刚看你那个 grooving 那个整个 grooving 啊，还有肢体动作，对啊，有学到位。没有呢，就是其实也还好啦，他还蛮自己的。对他们各有各的味道。对啊。好 ，OK， 好了，讨厌他公平哈。是冰胜，我觉得今本日唐中国的表演。心关是懂欢喜啊？为什么？从第一次看你在这个舞台上，然后慢慢的从你的肢体不是很自然，不会动，到开始对，本来有点智障，然后开始有一些的动作，但是到中间好像会有点不自在。可是今天我觉得你在肢体上非常的棒，你的第一段唱得非常的好。你第一段我觉得你的整个律动跟那个你的肢体是非常合在一起，可是。走一步又一步开始呢，慢慢就会开始出现瑕疵喽，最后就会 hold 不住那个律动跟那个节奏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坏 key 的哒哩哒啦哒啦哒啦这个地方 key 没有抓好，差了一点点，不容易，所以这个就是要耳朵要练得更熟，耳朵要听得很清楚。那到底怎么转？要把它练到你完全不要想就可以上去。所以你可以更多的练习，让你能够有机会整首歌都能够 hold 住它。第一段唱完之后，记得让自己再松下，重新再来第二段，你才能够不用一直紧绷，最后就乱了，这是比较可惜的。好，加油！好，警察，而且那给你补充一下，严格的老师。磨两年。我觉得佢根本嘅写嘅歌曲非常嘅有勇气，对，我觉得很难得走在堂头，参赛者唱爱用听的歌曲，因为对客家改编我来讲来说比较跳出来的一种东西。那我觉得基本的表现已经动好了啦，已经动好，就是有一点点，如果你真的要很严格，动应该去看嘅法，就是一些像刚刚慧茹老师讲的，因为拍子有一些拍子有一些跑调这样子，嘿，大家注意地方。你讲啊就整体来讲嘅氛围啊，规只沉浸在韵奥地北都会感觉是很好的。其实真的很棒了。如果太完美，其实也不见得好啊。对啊，那我还要混饭吃。不会啊，还差很远，开玩笑。OK 啦，来看分数，来。去评审嘅分数。先生肯定有看两遍。懂念。嘿啊。因为已经是倒数第2周。对啊，按念咗嘛。换到朋友给他过嘛，全部一起挤上卫冕者宝座。对啊。好啦。不会啦，很棒。好，下一礼拜啊。加油。OK， 咱别让走。接下来就是打肿脸的了哈。林冠群带来客家讲什么？今天安尼有办法唱哦？我没唔掂呢。唐官啊。给人强你注意，以激发打通爱的心。
青花水的歌，期待与花开的爱情。这是开车，客家将姐妹，温柔有太空的客家将姐妹，越富越热你客家将姐妹，爱的影响派对客家将姐妹，给你想带你爱。打通爱的心，送时间烟花配的歌，因你花香的模样，好对爱牺牲加意，莫用心给你的 sorry， 浪漫的青花水的歌，期待花开的爱情，这是开车客家将姐妹。温柔有太空的客家将姐妹，越富越热你客家将姐妹，被爱的演唱派对客家将姐妹，给你想带你爱。都歌好，哎呦，吉娜姐，你好，你好。猪头皮啊！哎呀，你今天可以扮双面牙人。龈发炎，牙双面人。龈发炎，就是那个一男一女那样。嗯。那边是谁妹？啊？那边是谁妹？那边是谁妹？那边谁妹？较细啊，那边迄细来的，细来，较太，较太。我家啲门口堵到去，我就关群做嘛了，看起来有点怪怪啊。我还以为你去打针呢。去做脸了，打针，打玻尿酸，而且打为什么打一边呢？对啊，这样就那验证看有没有效果，有吗？哦，就使用前后的差别，对不对？前后差别，真的假的？哦，没有，你是牙龈重建。有办法冲啊，真的厉害。啊，厉害啊，做一跳舞。哎呀，载歌载舞。给相片嘛个？给相片啊，哦，跟迄个跳摆。前几天去翕一个戏剧啦，戏剧哦，剧照，然后再调戏良家妇女这样子。没有，是别人调戏我。哦，系啊。哦，你男扮女装啊？男扮女装哦，你喺 C M A 嘅啥呀？ C M A 哦，哇哦，暗江哦。看出来嘞。哎呦。哎，你是怎样？女生比我还漂亮是怎么回事？会不会有点过分？他讲啊。哦，就想说用这首歌啦。哦，因为最近你是有那个倾向吗？没有倾向，没有啊。但是就是因为客家那位到底退休起码做扮过女装，做 C M A 就是。所以你既然知道你做 C M A 讲嘛？先讲。不止闹热啊，让我扮女装，连外面的那些外面都要让她扮女装啊。哎呀，这个讲讲面又 C， 身材高，是真的名模啊。哎呀，感谢。唔讲阿公阿婆今日要来呢。系啊。我啲啊，有。我家啲門叫你看你阿婆還推阿公一下。阿公阿婆吼。親錫啲哈。也算係友好啦。今日等一下啦吼。係啊。因為佢特別要講到阿公阿婆，因為拜講乜嘅。你爸爸媽媽講去吃飯啊，見到阿公阿婆不怕冇落去，叫呢，就叫誒，係啊，係啊，不高興。成日點都根本有來係真歡喜啊，真歡喜嗬。因為想我來咯，爸爸阿公阿婆嚇。嚇？哦，爸爸媽媽還沒有來，會不會係爸爸媽媽呀？啊，曾明珠老師係乾媽。乾媽。那曾明珠老師前面的是？前面是一個不認識教我跳舞的。你舞蹈老師啊，那你要不要換一個老師？我也是覺得要換一個了。好了，今天真的很開心，阿公阿婆、爸爸媽媽要來到現場，同加油鼓勵嚇。一說呢，真讚啦，真的，讚。阿公舉大拇指了，讚，厲害，謝謝。
好来唐先生公平好，来抢蛤蟆老师。冠权哈，今日哈，这因为牙齿不舒服嘛哈，其实要用动态啦，因为在律动点的部分，从它强松的狗 Q， 它轻快的狗 Q 的时候，事实上你咬那个点啊哈，事实上咬不完全，所以你只要用一招，用说它太低嘛，每一句都往下嘛，其实它不是这样子的，啊，你今天牙齿不舒服，变成哈嘎讲什么？哎，反而律动变慢了，因为那个音乐的老师一直在跟你跟不到。客家將社會，會要睇風嘅客家將社會。所以，參賽者可能要黑不含有幾位參賽者可能要特別注意啊，抒情跟輕快的表現都是在顆粒狀。聲音咬字，如果你沒有辦法透過單元器去咬的時候，那你就可能唇齒音這個一定要練習。好，繼續加油，謝謝。好，是不是這樣？雅君好像一臉狐疑的樣子啊。我認同趙琪老師講誒，就是三位參賽者改問題時嘅拍子都會有一點，可能是會想要刻意去走該的節奏吧。就是做一個 beat 這樣子。對，刻意想要去，當你太注意在那個想要嗨的感覺的時候，反而是會配了提放是會摸走後。顧此失彼。哦，對，對，就是還是自然一點。哦，此言就好。好 ，OK， 好，來看下個分數來。領冠軍嘅分數。謝謝。你的懂某意思，你今天阿公阿婆、爸爸媽媽累都有現場。沒有親友分。本期還有分數。吉利的分數。真的吉利了，没相关的，没有。好了，把他下一次那冠亚军搞不好就会有这么厉害的分数出现。他其实他志在参加，他不一定志在要得。是这样子吗？对，哦，真的志在参加。志在参加。好，那这个分数就 OK 了。阿公阿婆看到爱送。看到欢喜就好了啦。分数没相关。没相关。好 ，OK， 谢谢，好，谢谢冠军。好嘞，3號嘞，好。林淑妍帶來3下戀情。來，彈完了。雙手借給我，大家一起動一動。高山東的天邊人呢，海風掀起風花裙呢。身溫暖，讚嘆花開到風春呢。時間就是心未盡，面對面是本最順，相親相愛情難分，前世修來好緣分，但本情所困，不在草呀渡。相擁成春呢。高山東的天邊人呢，海風掀起風花裙呢。身溫暖，讚嘆花開到風春呢。是天就是心未盡，面對面是本最順，相親相愛情難分，前世修來好緣分，當本情所困，人在草呀渡。相擁成春呢。歡迎您收看
看闹热群星会。苏燕姐好。对呀。还有那个国标，对啊，有那个感觉，那种，哎呀，传统的味道哈。对呀，懂有咩事啊？对啊，也就是苏燕姐的风格啦。真的。唐国阳舞蹈还有请专人帮你。哦，也有舞蹈老师就请我们学校的。也是刚刚那个冠群那个嘛。请我们学校的那个打击乐团的团长。打击乐团团长教跳舞。对。就好像请鼓手教你跳舞一样的道理的。是这个概念。啊？他很会带跳，你亲会跳啦，时代他亲会跳，那一张，今天也有到现场来。啊，这素燕你好棒，你好棒，对。所以刚刚那个也是他教你的哈。对。哎，还有那个撩裙子那个。撩裙子。撩裙子很可爱，对啊，还慢慢拍撩。要优秀一点，要优秀一点，要秀气了，对啊，好了，第一次哎，第一拜是干咩？你来第一拜跳舞，第一拜跳舞，可以了，看起来还好像有练过。第一次就留给我们了，对啊，就给我们闹热群星会，第一拜跳，做得了，对啊，跳得清楚，冇问题。好来，唐亚欣唱公平，这个味道应该比较适合你哈。其实我觉得歌曲可以多变化，其实我也很喜欢很多曲风啊。针对这首歌来讲哦，你刚才也说你第一拜跳舞嘛，所以你是。因为主题的关系，选了这首比较有律动的歌曲。但是还是要讲一下，艺术歌曲音乐性还有歌词，既然是歌唱比赛、国中比赛，一个歌词还有一个歌曲的诠释很重要。我们会比较着重在他的唱功。你的唱功如果比如说你的在跳的时候，你的麦克风。只有这样跳嘞，你的字可能就没有了。当然，我还以为你漏词呢，忘记词，所以你没有忘词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可是因为你的麦克风，因为跳舞的关系，所以有的字根本就没有出来，所以就有的字好像就被吃掉了。好，这是很明显的哦。如果一首歌曲音乐出来了，你没有办法去掌控它，而是由它来掌控你的话，你就这首歌就会唱得很慌，心里会慌，没有办法去掌控它的拍子，这是非常可惜的。给你一个建议。什么老师，你是啥来补充一下？好，可能係劉雨欣老師有冇咁樣看法啊？不過素妍姐哈，其實我反而蠻喜歡你今天表現。謝謝。嚇，雖然講看得出來啦，因為講今日係算做一個跳擺嘛，跳擺安尼跳跳衝衝哈，所以可能氣感沒有壓迫。可是，在你的舞蹈上面感覺得出來，你是那種不曾做過的感覺。啊，不過呢，我反而看到的是勇氣。好，勇氣也件事情對我嘅想法嘅感覺來講啊，出到舞台，今比本大家講，共下嗨嘛，一起嗨嘛，所以我覺得你是放開自己在做這件事情，也係我對你嘅肯定。好，我覺得你很勇敢。雖然講，特別就講，哎呀，你好生嘅哦，點解有壓力嗬？啊，不過今比呢變下了，也件事情，我出到當好。我們希望你繼續做下去。OK， 好，安子姐。還有先來講本書，好不好？看一下你素顏的本書。唔使恐怖，神步妙技。哦，帥。這扇子不要了呀。對。哦，你什麼時候最帥，你知道嗎？真的。丟三最帥。沒有，那個扇子擋到臉的時候。如歌行不行？唱唔對啦，太多你啦，唱到你啦，不要這樣。你素顏的粉書。做對了，應該跳舞啦。這首歌是妞妞的感覺。twist。妞，你妞的不夠。
对啊，老师那个节奏再来一下好不好？好。刚刚那首歌的节奏，哎呀，妞妞。还有脸的表情。我穿插两种步一定要有脸的表情，对不对？嗯。就一定要这样。做指甲用的。装装不要闭了，嘴巴不能闭上。也是对这个动态突破了。对啊，动态突破，勇于尝试。很努力。对啊。为了今天的节目很努力。加油！谢谢。很棒。会做消息哈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好，素媛你好棒，加油！素媛你好棒，加油！帮他念一下他的那个加油牌。杀了一笔，哦，15岁指引，15岁，董会冲，董会冲哦。哎呀，今天唱的歌还是厉害的嘞。哦哟，又是天团的吗？哎，不是，刘嘉玲的歌嘛，冲嘛哈。哎，宋家整个带来狼眼书记。好嘞，谈完了。书记，书记，上课教书记，下课教书记，时常教书记，跑不了，不陪书记做事情，不专心，吃饭打扫 FB，APP，这个阿公阿婆给死腿，当面做个当面阿婆的书记，心里舒心，你心有心。那个表弟，可能有嘛你，你生意还是没想没屁，爱莫浪，可能爱用你，让天高不分明，他给吹个问题。准备走马开了，有冇？啊，走马开。唱得懂好呢，假音好漂亮。假音的那个转换，真的好厉害。今日有看到莫空勇的一面。莫空勇嘅表演。今日声音又卡出来。唔免讲唱传统团语歌的，要较旧嘛。今日动出来。懂哦。
慢子，我第一次唱那么快的歌，不习惯啦。当然，对起家来讲，但对起家来讲，个动态突破啦。对啊，真的。因为金芒是创歌遐种感觉的歌呀。系啊，但是今日迄假使讲，词如果不那么注重的话，今日以唱的部分的，我觉得他有到95分了。唱的部分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啦。你觉得？如果歌词就不在意说有唱唔唱，冇唱唔唱，但唱的部分今日懂你了。懂赞，但是他现在觉得 sad， 他现在没心情听我们讲，没心情听我们在讲那么多那个。对。唐要平时欣赏，必欣赏。是嘎珍，老师好。真的就像罗哥讲的，如果没有忘词的话，今天你是很棒的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忘词还是这样子很勇敢的，后面即便是最后一段，你还是把你最好的唱完，这一点我觉得很棒。那家珍，我要给你一些建议哈，因为你有一个问题，你跟咬字啊，你的咬字并没有那么的完整，爱或者是 oi 都有一个尾音，因为那些小的这些小的部分你没有咬得很完全，你就不要挑这么多字的歌。虽然你忘词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把你未来在选歌的这个方向，大概给你一些建议。我相信，当你慢慢的一样的去突破跟挑战，你一定会越来越棒。有一天你重新拿这个歌来唱的时候，你就冇用嘞，加油哦！好，谢谢。好，希望有一日真的再同一条歌再念起来唱。嘿，咱们杨就来唱。嘿啊，唱。好，来唐一下来演啊，给你补充一下。佢讲是5岁哦。15岁，他去都已经表现到好了。他的然后你跟有的拼哎，你几岁出唱片？我出唱片比较晚，但是我12岁开始创作。12岁哦。不要讲我啦，是讲他对不对？佢欣賞啊，像伊嘅幾隻表現，然後成功來講已經當好咧。係雖然講佢有忘詞啦，不過啊像當好咧啦，不過。還有一條是然後挑戰嘅參賽者強用嘅問題是跑個拍子的問題。對，台尬思維有多少唱這種比較節奏性的東西的時候都容易跑掉，係要下注意掉的地方。好，謝謝。好，我發分數。可以拿松嘎整個分數。這分數對於我們懂受傷哦。皮手吧，非常棒，棒啦！没关系，你还年轻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很棒，战友们都高兴的拍手了。你真的很棒。好啦，公司啦，就给你打气，真的。演艺的节目当中，挑战自家，咁样一种表现啊，动物的表现。比赛就会很用。对啊。尤其是现场的比赛。对，现场比赛，尤其这六周。好每一周有不同的主题，那你就是要去挑战起来，把那些主题做到完整完美的话，那就很棒。好，没关系，好吧，还下礼拜哈，还有下礼拜，下礼拜哈，这边啊嘞，好嘛，加油，谢谢，回做休息，是吗？好嘞，杀好嘞，请各位最大的眼神英雄，来，躺了。良医，后医。
天文，下地地理，18万5年，连人生过去，文武双全，福光落地，一海英雄，马改东西。饭票，米酒一杯，延延来吞落去。人生在世，有乐有喜，妹妹大家笑笑嘻嘻。全凭良心，不理自己，自理自己，眼前的路来回落去，有多难比，难也不比。你做好你自己。谢谢。哎呦，哦，帅帅帅帅！这扇子不要了哈。对。哦，你什么时候最帅？你知道吗？真的。丢扇子最帅。没有，那个扇子挡到脸了。谢谢，真的很帅很帅。这样定中还有哦，因为这首歌真的还蛮难的。哦，真的蛮难的，他还节奏啊，5拍啊。对，他是5拍的歌。对，5拍的歌哦。是。哦，难怪刚刚我觉得那个节奏好怪这样。很怪。对。原来国人啊，不能老多哎，这种节奏，这种感觉，英国迄领战一欣赏下来，结果没罗国立欣赏。罗国立欣赏下来。哇，厉害呢！罗老师也是会这创造出不同风格的。这次我找了很久，因为以往我都唱抒情歌，是我自己拿手的歌。哦。但这首也不是属于中快。这也不是快板的，对，但是因为它是5拍的拍子，是很难的。然后我还要加上咬字，它有2段词的不一样。我们唱还好，对乐队老师真的很难。真的。对啊。辛苦了。对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唐共鸣。唱，唐老师。可瑞要恭喜你哈，对，有一些概念哈，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，帮助你去成长。虽然你是一个闽南人，听不太懂客家话，虽然你已经发了单曲，成为一个闽南语歌手，但是客家这边是让你足成长了100倍。哇！我跟你讲为什么？第一个，咬字已经达到95、96%，客家发音。第二个，你的高音的 pitch 虽然那时候上去有几个音没有到，甚至发音有几个没有很准确。对不对？但是整个架构已经完整了。第三个，你今天拿出你基本站上舞台的实力了。因为你的眼神、你的肢体语言、你的动作，尤其今天这个5拍的，过去30年来在不管任何这国语、闽南语、客语的，听到5拍的，刚才我几个老师都是高手，在那边算得要死，看你到底有没有唱错？结果他发现我们一点头都唱对。哦，那真的是很不容易。你有做有没有最讲出那种的？你8、6拍就当然冲了，还有8、7拍的你就昏倒了，8、5拍那更少了。所以如果你在这个舞台，你能抗拒所有的心理压力，然后把客家歌给唱好，我相信你到很多的舞台上面，对你来讲反而是很简单的一件事。所以我觉得从今天的一个你准备了。你敢冲这一首歌，就告诉你你有那个强烈的企图心。所以我们评审，我相信
今天会给你不错的一个评分。那希望你能继续表现，就是维持这样子，做好你自己。来，给你掌声鼓励，谢谢。下一个的林先生补充。其实还没有比赛之前，那个老师就有跟我说，你不是哈港音吗？那我就特别注意你在咬字的部分，我发现就像赵琪老师讲的，你非常的认真。有一句一推英雄，你唱一胎英雄，但是我觉得那没有关系，你已经达到了95%以上都是很标准的，因为你够认真。当然这个唱功更不用说嘛，那一般我们碰到的歌曲都是4/4拍，那这首歌是4/5拍。那拍子本身就不好抓了，我想你应该是有音乐底子，你是不是有学乐器，还是说你会，我觉得基础很重要，对不对，主持人？我觉得你本身会乐器，你的基础很好。我不会乐器，你不会乐器啊？那你是天生会唱歌的是吧？对，天生的好歌喉。然后有些人是天生对音乐就非常的敏锐，音乐性很好，所以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音乐性还不错的。我觉得你还可以突破自己，加油！谢谢。好。OK， 来看分数。看分数，陈快水嘅分数。本日最高分。唔該，一條歌嘅唱得好，嘅分數就來起來。對啊。重點需要全神貫注。是，好不好？好。 OK， 很棒。你加油啊！好，加油，加油！还有1禮拜。 家珍，家珍没关系啦，这个刚刚还哭了那样，对啊，难过，对呀，不是分数的关系，他觉得自己可能没有表现好，对对，会很难过，会，难没不会，哎呀，一听那样，那个现在比较不会了啦，现在就忘词就哎，反正也没人听过啊，没关系。好了，加油，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关水。 传统组的比赛喽，听礼拜了哈，嘿，听礼拜倒数第2周，倒数第2周，哎呦，下礼拜都紧张了，嘿啊，下礼拜就低嘞，都在慢游嘿啊，哎呀，反正继续看啦，继续看就低嘞哦，哎呀，好，哎呀，反正现在心目中的参赛朋友有办法得到好的成绩嘛，好吗？好，来，俺们比赛之前的介绍完呢，德高望重的评审，德高望重的老師們。 李秋霞先生、蔡永明先生、蔡啟國先生、曾明珠先生，三個好咧。講下評分的規則啦。哦，當然咯，請你嘅秋霞先生啊，根本一看起來好可愛哦。哎呀，每一次都很可愛，怎麼根本一特別不一樣。哎呦，你給你講法色彩哦。哎呀，來，雖然比賽係緊張嘅，唔過唔講到要輕鬆嘅氣氛出來，所以今日大家講係啲你童年嗰種嘅好米絲哦，大家用乜個好米絲，定係用歌詞嚟呈現哦，以前你教我乜個。 玩遊戲啊，青島啊，今日要講色咧米色咧，相信今日猜出青島專寵，你專寵哎哈，難怪這個就是身材這樣色的哎哈，對，很可愛哈。好來，唔過講到哈，比賽就會我哋嚴格咧哈，無情的，所以今日能夠咧今日咧6強咧，我相信大家都有個實力的，所以要將樣扮演用分數的呈現出來。 就看你自己表現咯，唔好唔記得歌詞，唔好跌破嘅，表情控落我做出嚟，我希望大家都能夠拿到青島嘅成績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好嘞，有請 TV 參賽朋友，黃美瓊帶來嘅片段，對，當然。 中
米品记好。两位主持人好。你好。哇，厉害嘛的。今天有事了是？我都要跟着这盘一直走。我比手的。对啊。今天今天的行业。哦，今天在介绍两个细细时节的一个秘籍。以前因套心球全部作当了一晒一堆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。结婚跟时节当中的事多。哦，以前他冇事的，以前他冇事的。在不演唱带转的是董后事。哦。所以那种甜甜的东西，啊，你结婚的场所，室内都要这种东西，就会有那种幸福的感觉。对，以前他冇东西有事。幸福的秘辛。哎呦，你喜欢幸福吗？哦，当然想哦。那七家落做的啦。做的用来。这样要对着镜头还用心吗？今天很动摇呢，温阳，罗哥行不行？中了，太多了啦，太多了啦。不要这样，你们这样下一集就要换主持人了。我是樱桃小嘴，你怎么这样？我用素货哎。动摇了。哦，动摇啦，动摇是不一样。有点冷配。有点冷的。它吹冷气的，有点 QQ 的。QQ 的，比它冷好吃的，也冷也好吃的。跟金桔吗？哎，走，橘子的味道，对不对？金桔了，该葡萄啦。葡萄干。葡萄干呀，哦。还有芝麻。芝麻。我是唔得的。你是唔得。中华做唔得是。属狗的。哦，属狗。狗是糯米啊。狗是糯米。我盐葱啦，是滴滴的唔会啦。糯米怎么样？我叫你都市要看毛。带他来吃啊，带他来吃。唔吧，要。你留在家是要呛心伤。当然呛心伤哦。系啊，反正冲突的做得是啦，哈。做得是啦，冇乜嘅贿赂嘅問題嚟，傳過去啊，唔前是一啲，用數啊。我用快啊，快點啊，大家都用過呢。哦，對啊。香港用過聽聽啊。跟你看到一個視頻啊，跟一三年講，你為什麼那個筷子都要用倒着吃？他說因為很多人長期都會用這邊吃嘛，所以他怕有傳染。所以他就倒着吃，然後剛好拍到另外一個老頭在旁邊，他說：“哎，你為什麼要倒着吃？因為我有傳染病。”傳過去，好。好來，啊，傳過去。坐對了啊。好吃。好，安尼各位衝突，係啊，按做嚟搶先生嘅公平，係啊。邓先生是太白了，赶快吞下去，秋霞老师。好来，好，做对了哈，秋霞先生。哎呀，客家美食哈非常好吃，尤其了哈，迄人行啊扣，更加扣哈，米球了就个做的哈，唔系啦，是从来的啦，前州的，那就来伫咧新屋该有讲，那加点服饰调价哈，叫下卖咧，当然，你看吐新球啊哈，也感冒的啊哈，我去几个听说还是个非常好吃，啊，细时间免讲咯，你结婚时间，我想拿一扎，啊去蜜月旅行啦，拿转来是一礼拜啊哈，好的，试试嘞。你啊，迄分数大后以后，张实嘞，所以没有贿赂情形，安尼啦。啊，你讲咧安尼，凉拌三国志的安尼继续里面注意会曲调啦哈，本身也条件清咯，唔过唔加吼，我是感觉清大壮哈，唔他讲米色的色，你属于一下子冇的。哈加了一米那一色咯，你色了就冇的嘞。所以呢，快口风就英语歌的可能了两条诗哈，俄语歌、英语歌了两条诗哈，你的转军哈，属于我们跳段，啊，希望你係下一些你就加油咯，好，記住哈，你屬於幾時而標長段而注意啦，好唔好？加油！好，加油，先生。那一塊可以吃掉了。是都可以哦，衝一下個聲音含量啊。對啊，是甜甜的聲音很阿好。有差了。對啊。好啦，安尼還要看一下佢嘅成績啦，吼，好來。看一下黃米琪嘅分數。你要親人啊？好。
不录了。这是你是否？介绍乜嘅东西要看身材嘛。看一下王美琪嘅分数。哦，系啊，哦不差不差，系啊，是甜甜面差。恭喜我和春一礼拜，嘿，加油！哦，加油啊！好，好，安生，好，再别当错。好嚟，撒下嚟乜嘢呢？撒下嚟就係彭水峰帶來3個字。見唔到帶乜嘅東西就是啦。係啊，好期待哦。好，大家好。啊，你好。哦，楊偉豪。當響啊！哦，當響啊！唔知乜嘅東西。張抱起來啊！哦。哇！有乜嘅？有乜嘅？泡菜。泡菜。唔是個誒。油起泡誒。油起泡誒。個烏嘅菜咧。哦，沙拉油嗎？然後麵粉。哦。七層叉。七層叉。七層叉。老誒。下一泡，不用掉鹽。落去泡啊！但是我記得頭擺細泡太低，然後我感覺細啲。較細啲好有影㗎，咩泡好夾啊，好夾啦。各地方嘅泡嘅叫你方式無共樣。走。哦，所以也係唔帶。我本來帶強廉啦，唔過啲啊。算到係總人員嚟啦，佢總納都會4千人嚟啊。所以人總年總納嘅泡菜就較細啲。即係算到很多啲客家傳統嘅雞肚菜啦。哦 ，OK，來，你就親愛哈。哦，好。好吃嗎？哦。我不錄了，好了啊，好吃。跟去整茶跟米拖。想要吃啤酒哈？跳蚤。好吃的，但跳唔着。有一些些的着。有幸福嘅感覺嚟。係啊，好吃呢，好吃。傳下嘢，早點，去家婆嗎？去家婆。去家婆帶來很少少誒。真係好食。希望個小強老師嘅最安排哦，冇必須都有都唔掉。等下看住。
高兴。哎呦，因为破碎这是咩客家人的一种传统那个仪式哈，用芋头，较早呛饮它是有料多啦。但是有嗰種我看下同佢下拱一對嘛，西下拱係看下炸嘅。哦，咁樣要啊，咁樣要嘛，cái bò cho nhiều chín tổ trồng có nhiều dùng mặc cái冰箱裡邊都用買啲破嘅，做得全部做得，全部做得哈。全部做得。咁呢個都有種真好食好食。好食啊！香，但係香糟的喂。他跟他有糖好食。有糖好食。有糖都喺度呀。破菜睇好要破菜都出嚟。哎呦，有糖好食啦。嚟，張先生嚟講俾你。請你高中先生。潘先生根本創業三個字哦，可能有多少會緊張哦。啊，你平常是冇講吸煙啊，係冇？冇，專門講去了。哦，叫做啲客家嘅客。啊，你唱到客家了命啊，菜呀。現在嗰個泡菜嗬，啱啲唔講泡菜啦，係冇？泡菜係泡菜。啱講泡菜啦。叫做因為安尼落去夾嘅鹽嘛嗬，我冇強藥。泡菜啦，泡菜我冇強藥。係三個字我講過啦嗬，因為也係吸煙三個，叫做佢係用海陸廠啊嗬，叫做。基本上來講，夾嘅絲熬絲都冇按髒，都熬絲冇髒落去，吃嘢嘅腔頭糖度都較冇按酸啦吼，也都基本嘅旁先生比較較缺點嘅素材，但是貴下基本上來講，糖度含有酸啊，含有創三個字，感覺有啲跌撲。所以而家係講啲江山啊。對啊，一兩禮拜你真奇怪呢，因為我經驗六強嘅嚇，跌班。還有一拜吼，我較有信心對啊嚇，哦，加油啊！很有意思的，很有意思。差了。通出來了。有進步嚟啦。係啊，跑水幫嘅分數。來。我試要我，好。下禮拜啦。唔怕啦，下禮拜。下禮拜加油下嚟，好嘛？好 ，OK， 好嚟，所以變到咗，好嘞，殺下嚟。殺下嚟，請文書帶來廬山歌。啊，關於帶乜嘅東西就是啦。
哇，哎，哇，哇，含少少啊，含少少哦，拿点，哇，要做喏，很少少嘞，那个公馆的泡菜头，众所皆知的泡菜头，我细年时阵有经历过个歌场的制作的做过啊。用脚去拿的嘛，对啊，我没有看过啊，腳係要香港腳嘅喎，啲香港腳係點掹啊咧？而家香港腳係好食啊！你咪奇怪，所以假料啊，誒假啲香港面嘅，即假到非常好食，奇怪，奇怪哦。客家面食嚟講，當然一想到哦客家料理，我咪想到乜嘅？飯，冇客家炒肉。炒肉哦，冇做薑絲炒太重。哦，係。但泡菜糖未算係，安尼客家非常出名嘅一種料理。泡菜糖。建議講福菜啦。福菜，就是食落去會有福氣就出來哈。福氣哈。OK。原味是哈。原味。好。我应该顺丰吃手张，吃完再上来吗？哎呀，好棒哦！哎，这真的有妈妈的味道。哦，真给要我问一下俩，给姜了，吃光了。谁的配？哦。哎，闻一下。好。哎。温矮了哈，听着会温了，会有酸甜到心头的感觉。哦，我自己来好了啦。我去搞了。你这个，这是让我听拿一下哈。也真给美丽公馆做的哦。我要配合做嘴型了。哎呦，喝一点汤看看啊。喝汤的，哦。刚没讲个泡菜按着没？哦。哎，我感觉安利我们做了去主持米食的节目啊。周的呢？哦。一听懂。而且要带上小康老师。真的，一定很有公信力。对啊。司马该都好吃。哎，你最近啊，7万多，你这补掉。他这安尼十度团体，安尼做了120公斤啊，看得出来吗？我的第二人生就是要做 model 啦。瘦了20公斤呢，我看得出，我感觉。20公斤啊？真嘅啊，都没有瘦到不该瘦的地方。要超到20公斤啊！看唔出来，真的。要多少都是20公斤啊？我叫不能就车啊。冇啊，講笑，冇啊，真係講笑啦，對唔對？好啦，不要給我做那大象的配樂。大象。好了，那請幾個先，那個歌。好，請幾個先生。好來，你請太過哈，首先來講下優點啦。年紀按太好，夾中氣10分足，相當足。叫北山呢？其實也輕鬆了呢，練你肺部哈有運動當好，所以你基本上羅山歌哦，基從來當分娩來創業冇乜嘅問題。但是呢，也要講進來，也歌詞本來就係苗栗實在好地方，也係昂字，唔要揾到嗰個苗栗美食有錢多。也完全就冇搭機嘅呢。第二，苗栗美食有錢多，嘅蚵仔多，可嚇，佢做得。但是唔聽嘅公館名揚泡菜糖變糖啊，蚵仔啊，所以也變成有兩個就冇搭機嘅嚇。以後選歌嘅時間一定要注意，第一，係唔係一定要問先生啊嚇，也對嘅分數一定有影響，還有。祖先傳下，唔係傳下，嚇，一個好意思，嚇，分享大家聽下爽，唱冇問題，一個聲也相當好，有人也做親家，但是唯一嘅問題就係歌詞冇搭機，嚇，所以歌詞係咪冇亂改，嚇，係一改先問個先生，
看有搭机无，也轻松要，加油哦！好，加油加油！先生，我来看一下分数啊。好，请美术的分数。91分哦。哎，有运动有差。有差。系啊。好，恭喜哦！小小问题而已。下一礼拜，好不好？加油哦！加油！好，再俾人做哈。下一位罗秋米带来的平板。全面之后，哎呦，有位主持人神风，介绍那个同学看身材哈。就会告诉你有白白的、嫩嫩的、很漂亮，哇，就是看起来很可口的感觉哈，真的。该抹葱腰了。抹葱腰，哎呀，哇，真的。后是猪葱腰。唔带福口，所以福口嘅菜包就属于一种设备。嘿，错。设备，设备。有枣味吗？我没有，你是枣的啊。哦，系啊。安尼个厨房嘅安尼罗佩斯就枣的嘛。哦。福口的设备。吹布席。对啊。哦。啊，掠迄拢整呢，拢炒锅的。用炒锅的。炒锅的，还有个虾米啊。那这些时间适度的印象的米头是枣的嘛。但是后来太以后哦。有还那个刘妈妈，嘿，刘妈妈中辣嘅片，三角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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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迄设备，嘿，哦呀，原来，唔是试过枣诶，枣诶，唔是试过，唔是试过，枣诶，没懂我是，真的懂我是。枣诶，大部分拿来煎卵。哦，煎卵。对啊，罗佩斯煎卵啊，但是枣诶有做捏拌哦，捏拌用枣诶，枣诶较香啦，较香，没，其实也没香啊，也没真的香。嗰个枣诶饼啊较久多，所以较夹快的。哦，所以啊，少一个腌制的过程，较勤俭，较散忙，嘿。勤俭，较勤俭，那就会用枣的。枣的。较晚勤俭就用就会吃的呀。哦，这那是看到。好啊。那可能你的糯米做唔得嘛，哈，属狗嘛。你不会整个。好吃。啊，你要对着。有我的口红印。一堆班都留分了哈。来，唐先生来讲评下嘞嘿。请你跟民族欣赏。好。
可能唔算啊流口水。係你集咗日本。係今日羅秋米小姐啊，帶來嘅平板山歌，行強滋潤嗬，非常嘅柔美，本人聽到啊非常嘅入心啦。今日加上咧佢嘅表情又自然，冇像前。技術啊，所以個全部江山啊，佢個面全部面強力啊，落強啊，但是今日呢，可能紅色的衫褲着落去呢，加上呢感覺似個像仙女樣飄飄然的，所以唱歌非常的自然，讓人家聽得非常的舒服所以今日呢本期請高分，繼續保持下去，很有意思噃，所以加強自家嘅分數，再來加強自家嘅自信，安尼好嘛？加油！好，先生，關鍵上係，哎呦！嚟啊，講分數，羅秋米嘅分數。好。什麼先生？圓圓滿滿，係啊，仲有身材樣係，衝係亮啥？懂等一下，好啊，姊妹，安靜，在邊兩頭先，好來，沙來，突然放低來3個字，嚟談啊。跪地行，哎呀，跪天可以變咗一地哦，哭過嚟啦，哭過嚟啦。一放同時哦，講真咩係上個時看啊，使嘅按太嘅時間係真看過嘅。哦，真見哦。我差唔多10多年前去做一個客家節目，去到當天真哦，原來有那種綠銅旗。係啊，我家婆從頭做嘅。加一年4天廣播嘅時間吼，都從頭有一點學。特別細時間，是都是扮演啊，甜扮演，天啊。甜扮演，冇試過那種綠銅旗啊，綠銅旗要用薑去熬，熬成那個烏糖。係烏糖水熬到像個糖果嗰樣。哦。扮嚟糖或者都淋落去。所以是也唔會感冒就。當好，對細妹情況。糖水啦，個泡小罐水是嘛當好。我真係啊。係啊係啊。細妹是情況。係啊，有烏糖。是多的，是多的。我兩個都在提拔了。對，謝謝。哇！哦，甜不辣吧？像甜不辣呢？甜不辣吧？
好。请董规底啦，规底含落去。规底含落去啊，都节目结束才能讲话。因为我看到人太低喏。嗯。对啊，跳太低啊，看到的是细细低啊，像棋子样啊，你啊。5点人当嫌我老公人啊天手好我当做，这时候我来5点啦，我来当做。你老公用嘛切呗，用身体切吧，切到人太低，系啊。爱做的，爱做人太低啊。有事不一切呗。我知道。QQ 的啦哈。大家都在帮我形容口感，圆圆呐，很有点剔透，点题，最重要梧桐啊，梧桐青雄，中嘛，哇，要是热一点更好吃。对，人有在存唔落去。系啦，还有保温呐。我相信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哎，关爷，还没我做呢，看我有懂情节啦，懂翻译。嫁婆做有的无穷用，有冇无穷用？对啊。其實失去了他冲扮演。喊他冲扮演哦，玩太低对嘛？系啊，切到啲太低真係。我嚟唐先生講邊啊？見佢來啊！哦，朱夏先生。你係說阿美嘅書語哈？細時節咧，從頭尾識到了6堂次。不過你啊，目前講，識你就個面試較清少。你像安尼都安尼龍潭嘅3行嘅哈，落去個天意見，梗要識看過啦哈。我要做工唔相信喎。相信啊，相信。一種演技冇做過用。阿婆吼，真支持啦，幾盤嘅教練吼，都講是嗰種嘅美國幫人哋實地啲，人哋好實地都冇得過嚟。唔過按太低吼。講3句話嚟，見到啦。跪地啊，跪地啊，嚟。哎呀，跪天咯，一追一地哦。哪塊見啊？按太低。幾好定係追曬。追爆啦！call 過嚟啦！call 過嚟啦！好啦，我以後就好咧，真係嘛？哎呦，佢哋是乜嘢啊？佢可能要等4分鐘才做得公平。冇按你申請，你嘅車皮個先生啊，就公平哈。好來，我咪來補充一些咧啦哈。其實哈。佢咪剛才也同陳校長講，佢也個拄則啲佢寫歌詞也寫得相當好啦吼。佢都講也個客家嘅好面試就上到嘅阿妹嘅字吼。尤其呀6堂次，我記得佢在問6樣前面本來講，因為佢就去6年，留到一笪6師啊變6。6堂次，嗱，喺度6堂次冇咁樣，所以而家睇面向嘅唱法，依個係6堂來次呐，哎樣唱哦，就講你講你要施展強言，所以當然你唱咧唔係講做唔得，喺堂戲還能有一些嘅音都是一些廢廢，好，所以以後對入嘅歌詞哦，唔怕我要。我都唱同一條必須參賽嘅講，你真實唔掂就滿先生，要都確實你唔唱出嚟言，唔知我要言講嘅，我較要一樣嘅講出嚟嘅正確性，嚇，人唱出較有信心，嚇，廖導演又唔掂，一樣言一對也唔對，所以你唱嘅時間嘅言就一飄飄，就唱大家嘅彭水鳳先生咁樣，嚇，佢唔掂一樣唱啊，泡菜夫咧炒菜啊，所以佢就變呢個。幾本身演奏，一唔要咁高，所以你唱嘅時間就先前唱嘅，對人一個嘅分數一定我就有幫助，好，再加油下，再加油。先生，我只係吞下依嚟嗬，真係公平。終生吞下依啦，啊，所以呢就按到6堂次唔係6堂次啦，6堂次，所以家車老師講過嗬，你話6師，你唱到6去啦嗬。所以你在咬字方面哈，要注意，那其他方面還做得哈，所以還有一些噃，加油呢，因為你繼續加油哈，即係話阿鳳哈肥嘅生涯嘅，當好說按個模嘅
砂糖橘嘿，去讲假拜年还要当上水头哈。没想的是。我当时我伊讲，我老多金米我带咸的落。还没出吧？网游砂糖橘的年代。嘿，什么先生 ？OK， 好，来看一下两个分数。涂允峰的分数。什么先生？谢谢。分数一直以来都懂不听了哈，都是3分。容易哦，下一礼拜哈，下一礼拜加油哦！再见了，好了，杀下来。杀了，主情分带来落3个。躺开了。两位帅哥美女好。哎，伴奏。一伴奏咩啊？客家人的动推背位的一种清楚我知道。对。这是俺阿婆会做。鱼小的时候啊。我本礼拜本是没做的。你做就是了。小水佬。你做的是哦？糯米嘛。哦，一般。一般。这样。对，一般是放的米嘛。所以要料的，还能是用凿的嘛？凿的方式嘛？对啊。菜脯，菜脯，也系嘛个？萝卜丝。萝卜丝，咩萝卜丝？菜脯干，还有种用。跟做中的料控肉，其实其实用拌的去做料啦，对。然后包装的差不多，你说嘞，连我会拌。所以控用料，但是佢做无控用的款式啊，吼，对啊。有些咸啊用，自家腐椒粉。辣，没咸。加点辣的，脏一小。系啊，提味，好吃。你咩去家做的哦？唔咩阿爸做的，八十人做的。哦，八十人这样你做啊？以前会做。哇，厉害啊！他这年轻手是都有办健康的啊。hem去做，啊去做配啥物hem去顺啥做，做几啊白杂。但佢做动态黏了。佢讲。
赢要做较太十条。哦，我因为拿了节目。应该讲螺丝风湿啦。哦，结果螺丝风冇事啦，快。我啦，等下在时代好像后悔死了嘞。我来谈一下公平嘞。好，请你嘅高中先生。新闻收集佢加个发言啦，各方面啦吼，也都亲和kend运都以好。但是有几只个蔬菜嘅人建议哈，基德，吼基德吼，唔加葱，唔要葱基德哦，个德是吼，给入上市，我甲生意对袂吼？基德，吼，有点安尼。天二吼咧，半中啦，半中加唔葱半，唔要葱半。半中香，半中吼，有没有生意吼？咱我一定系有建议吼，就讲，也个感觉到啦吼，也个鼻炎又较重对喂，鼻讲嘅个炎嘛，系鼻炎较又较重，出去用诶去处理，无基本上也个饮食啦吼，也尽量从罗山过亲哦，加油！好，郑先生，阿强，女主先生。像頭先教授講嘅啊，吼，講呀記得細細人吼，其實唔聽小心創嘅人吼，在菜菇香嘅時候，迄愛供應糖度嘅話，吼是，咁梅鹽嘅蔬菜，莫輸鹽輸多哦。頭前咧起一下出嚟咧，所以個梅鹽嘛，吼，是會小口嘅吼，會按ขุ梅按呐，吼，所以按倒湯沖出來梅鹽全部會有一點一點嘅按上，吼，所以呢，唔好到個菜菇香，是挺小心嘅啦，吼，你點要注意，吼，所以係呢，我用把你嚟調整，吼，這個然後。繼續嘅嚟努力，好唔好？好，什麼先生？好，還有高雅本書哦，好。主席副嘅本書。什麼先生？本書好呢？對啊，恭喜！恭喜哦！好，係啊，下一禮拜。下一禮拜加油！加油啊！哈！好，謝謝，這麼好。上一邊讓好。好。聽就禮拜哦。今日安尼鬧熱美食秀。美食會食秀。希望大家我夾意啦吼，因為比賽當中啊介紹到美食本大家吼安尼。係啊，正經。很豐。如果不是為食這麼。對啊，對，真的。你們食做很豐啊。係啊，正經。食的肉做很豐。食的肉啊，水的肉高安樣，最很豐。好錯過嘅朋友，我相信很多。想要他個。記得打電話來666676666，還有你嘅傳真電話0217778232。好，等大家來報名哈。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，還要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，安子生。什麼高麗產山楂，還有一禮拜加油哦！什麼李小康老師，還有連夢翠先生，謝謝大家，辛苦了。什麼開港？工作人員嘅辛苦哈，最辛苦的工作人員，謝謝。見真章，都帶冠軍嘅嘛人咯，一定要爭取時間，老年大隊隊，老年看他們。
分享感应在。